乡亲啊，继续来看台中丰原广老坪社区，邀请到民众发挥创意，把这个水果园废弃的这个水管大变身，改造做花台花坪，美化环境。 台中丰原广老坪地区产业发展协会邀请民众把果子园要买地的水管换落来，乌土变黄金，让民众发挥创意，把无爱水管做花卡。就是好的东西可以再利用，这样很好。有嘞，它赋予生命的东西。对啊，而且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啊。 更加认识广老坪。像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把它做成花架，好，对面有一些还是可以堪用的，那我们就把它锯出来，就做等高，好，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花架，未来可以种花，作为一个环境的绿美化这样。所有参加的民众斗阵发挥创意，把无爱的物件变作是新的物件，有用的物件，唔但会当解决农村废弃物的问题，嘛会当让社区的环境变得愈来愈好。 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